启示录第5章，我看见坐伫宝座迄位的正手有一卷册，内面外面拢有写字，用7个印封地。我阁看见一个有大气力的天使，大声宣布讲：什么人有资格通踢开迄卷册，拆册的封印？伫天顶、伫地上、伫地下，拢无人会当踢开，还是读迄卷册。找无一个人有资格踢开，还是读迄卷册。我就大声哭。长老中的中间有一个对我讲：唔通哭！你看，对犹大支族出来的狮，大必的君，伊已经得胜，袂当开迄卷册，甲迄7个封印。后来我看见羊羔徛伫宝座前，有4个画面，甲遐个长老甲伊围地。羊羔敢若捌受杀害，有7支角、7蕊目睭，就是受差遣到普天的上帝7个神。羊羔就进前，对坐伫宝座迄位的正手，摕迄卷册。伊摕到的时，迄4个画面甲24个长老拢趴伫羊羔的面前，大家有提琴，甲堆满香的金炉，香就是信徒的祈祷。因吟一首新的诗，讲：你有资格摕迄卷册，拆开伊的封印，因为你有受杀害，用你的血对逐个族群、逐种语言、逐个民族、逐个邦国、社会的人归上帝。你互因成做国度，甲祭司来服侍咱的上帝，因会伫地上掌权。我搁看，我有听见千千万万天使的声音，因拢围伫宝座、画面以及长老的周围，大声讲：受杀害的羊羔应该得到冠冕、富裕、智慧、快乐、尊贵、荣光、甲称赞。我搁听见伫天顶、伫地上、甲地下、海里、甲宇宙中一切被造物拢讲：愿称赞、尊贵、荣光、冠冕，拢归乎这地，宝座迄位甲羊羔代代无尽。迄4个画面应讲：阿门。遐个长老就拍落去敬拜。